喺呢度㗎，呢個美術館有出品。呢度唔攬得出嚟嘅喎，衰。啱啊，根本上係唔俾你出㗎嘛，特登嘅。唔得㗎，由佢。藝軒劇社主辦10週年紀念粵曲演唱會，現在開始。大會司儀李曼儀小姐。各位來賓、各位觀眾，大家好。首先係非常之多謝大家蒞臨香港文化中心參加呢一個由藝軒劇社舉辦嘅粵曲演唱晚會。今晚嘅節目除咗係由藝軒劇社嘅同學參加演出之外呢，我哋係非常之榮幸邀請到幾位紅伶紅星嚟助陣嘅。呢幾位呢，就係羅家英先生、李鳳小姐、吳美英小姐、廖國森先生同埋黃允才先生。而今晚我哋嘅音樂方面呢，係由羅永明先生做音樂領導，陳少龍先生做擊樂領導，而其他拍和嘅師傅呢，係有鄭永常先生、馮英才先生、曾建文先生、田意蓉小姐、顏光先生、李鑑先生、李全輝先生、詹國平先生同埋陳德權先生咁多位嘅。藝軒劇社係由一班愛好粵劇嘅年輕人共同組成嘅業餘劇社，成立至今咧已經係有10年啦。咁今晚呢一個演唱會亦都係為咗紀念劇社成立10週年所舉辦嘅，得到大家一齊同我哋係共度呢一個晚上咧，我哋係非常之高興。咁而家我係請到藝軒劇社現屆嘅會長陳佩儀同學出嚟同大家見面，同埋係親自多謝各位一聲嘅。有請陳佩儀。各位觀眾，你哋好。首先，我要再次多謝各位嚟臨參觀我哋藝軒劇社10週年粵曲演唱晚會。喺過去10年嚟，藝軒曾經做過5次粵劇演出，而今晚嘅粵曲演唱會可以話係我哋首次嘅嘗試舉辦。咁如果有任何不是嘅地方，希望各位能夠多多包涵，同埋繼續鼓勵我哋。喺呢個10週年紀念典禮裏邊，唔單止係今日藝軒現有嘅會員一個值得紀念嘅日子，同時亦都係過去曾經參加過藝軒劇社嘅會員，佢哋亦都係今晚紀念日子裏邊嘅一份子。所以我衷心希望今晚在座舊有嘅同學同埋來賓都能夠同我哋一齊分享今晚呢一個紀念嘅時刻。或者我都唔阻大家咁多時間。李曼儀啊，不如由你介紹一下今晚為大家安排嘅第一首曲好嗎？好啦，咁我哋兩位同學咁鼓勵嘅掌聲。咁而家咧，我又揾到我哋劇社另外一位同學劉妙芬出嚟同我一齊介紹以下嘅項目啦。劉妙芬啊，剛才嗰一曲《三漢御梅》咧，我記得藝軒劇社都係曾經演過呢一個劇目㗎喎。係啊，你有冇留意今晚嘅曲目啊？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其中有大部分咧係我哋曾經演出過嘅喎，嗱，好似盤龍令啦、三漢御梅啦、無情寶劍，同埋跟住落嚟以下呢支鐵馬銀身。哦，咁豈不是今晚嘅都係大部分都係屬於戲曲？係啊，今晚啊充滿戲味啊！戲味？哦，我諗大家唔好誤會，呢一個咧係講係充滿咗戲劇味道嗰個戲味。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係第一位嘉賓出場啦。呢位就係廖國森先生。咁我相信大
大家對於廖國森先生咧都唔會好陌生嘅，因為佢係自從八和第一屆八和粵劇學院第一屆畢業之後咧，佢就係加入咗初鳳鳴劇團演出啦。咁而近年來咧，佢更加係專攻演出係好新嘅行當嘅。咁呢首歌佢係同我哋劇社嘅一位同學合唱嘅。係啊，佢係同我哋劇社嘅張寶華同學合唱嘅。就係你剛才講過嘅《鐵馬銀花上卷》。咁而家大家一齊欣賞啦。唔該大家。咁係非常之多謝廖國森先生同埋張寶華同學合作嘅演出嘅。咁喺為大家獻上今晚第3首歌之前呢，我就好想係請以下2位嘉賓之中嘅其中一位出嚟同我傾下偈，因為咧呢一位嘉賓早在10年前劇社未成立嘅時候咧，我哋大部分同學咧都係跟隨佢學習粵劇嘅，咁就10年以嚟咧，佢可以話係睇住劇社嘅誕生同埋成長。呢一位咧就係羅家英先生啦。咁我哋而家係即係請羅家英先生出場咧，同我傾下偈先。係羅生你好，就首先要多謝你今晚抽空做我哋嘅嘉賓，因為我知你近來咧都好忙㗎啦。咁10年以嚟咧，你可以話係我哋嘅啟蒙老師，即係學習粵劇方面嘅。咁你睇住我哋成長啦，唔知係有咩感想呢？10年就好快過啦，咁已經過咗啦，彈指而過10年。咁喺10年前喺藝術中心咧，一班係你哋班年青人咧，一班大姑娘，有啲未讀完書啦，有啲啱啱離開咗學校，咁佢好有興趣，咁嚟到話要跟我哋學下粵劇。咁當時我同佢講話，粵劇咧好難做嘅，你哋咧想入行咧好辛苦。不過咧，你哋抱住係愛好粵劇，同埋係想去推廣嗰種心態咧，去學咧，我就好願意咧，將我嘅知識同大家分享嘅。咁你哋咧係接受咗我嘅意見啦。咁而後來咧，你哋自己因為對粵劇咧有興趣咧，而成立咗呢個藝編劇社。呢個劇社咧係俾我感覺都係好新鮮，而且係好有自發性嗰個劇社嚟嘅。一切嘅行政啊，同埋嗰啲種種嘅會員啊或者練功等等嘅時間咧，都由你自己編排。咁而我哋只不過係一個顧問式，係喺旁邊咧去協助你哋去點樣去喺一啲難題方面咧同佢解決，或者排戲啊，或者演戲啊，或者點樣租場啊，或者同音樂師傅點樣聯絡啊等等，係俾你一啲係嘅我哋嘅經驗。咁10年呢個時間咧，我知道你嘅劇社咧亦都係即係經過好多嘅變動嘅，人之間咧都好多嘅轉啊，或者係多咗會員或者走咗好多會員啊咁。但係咧，我見到一班人咧，好似你哋咁執着，而且係對劇咁有興趣嘅咧，係比較少見嘅。因為你哋係屬於係不求名、不求利，只不過係對劇嗰種喜愛。而喺10年裏邊咧，咁我仲知道咧，到而家目前嚟講咧，好多都係好似未人拍拖添，我覺得啊，咁都係獻身喺粵劇呢個圈子裏邊。咁你哋為咗乜嘢咧？我都想知道下。我諗呢個就係興趣當然係最緊要㗎啦嚇。咁而且粵劇就係毫無止境嘅。咁我哋雖然話係10年嘅時間啫，但係即係比較起上嚟，其實都係好短嘅一個時間。係啊，相當短，10年嚟講真係相當短。如果係喺大戲嚟講咧，你冇得20年啦，咁你先至有得少少嘅感覺得到，出到舞台去演戲嘅時間係點樣去做戲。咁即係目前我嚟講咧，咁做咗30年戲啦，先至僅嘅略批門徑係嘛？咁我希望你哋咧係好努力，再接再厲，10年之後有10年，10年之後有10年。咁對於啲粵劇咧嗰種推動咧，雖然你哋唔係話做咗好多嘅嘢，但係喺呢個行業裏邊咧，你哋確係出咗力。咁而且你哋又唔係話工資大啦，你哋冇咁嘅責任去做呢樣嘢嘅。但係我對你哋嗰種熱愛同埋嗰種係真誠咧係。覺得係好值得向大家係講俾大家聽，佢哋嗰種嘅真心同真意。我哋係非常之多謝羅家英先生喺我哋今晚咁有紀念嘅日子裏邊對我哋嘅一番勉勵。咁我哋亦都係會盡量努力啦嚇。咁羅生，我知道跟住落嚟你係會為我哋唱歌嘅喎或者請你先入去準備一下好嗎嚇？咁跟住落
呢一首歌就係由羅家英先生同埋吳美英小姐合唱嘅《盤龍令之盤夫》。吳美英小姐係一位好出色嘅粵劇花旦，咁我相信都唔需要我多介紹，大家都係對佢係有認識㗎啦。咁而且近期我哋都係時常可以睇到吳美英小姐喺舞台上嘅演出啦。咁等我哋而家大家一齊嚟細意欣賞呢一曲《盤龍令之盤夫》啦。
定要一揮兩個血
靈仙啊！黃靈仙，你啊，黃靈仙啊！我心更亂，怪不得話夫妻兒女，真係眼前冤咯。黃靈仙時間當血脈傳，口馬標齊心意亂，秋冬承受因意亂，情深。
手，之女到白頭，讓他終老殘生。居佛那。連你拍門都聽唔到啫，累得嬌妻，你苦後在於門前啊！唔緊要，難得夫郎你用心讀書，係你到底讀什麼書啊？又讀到何章何段嘅？你讀咩書啊？靈仙妻啊！為夫讀詩書，只不過是附庸風雅啫。詩書五經隨目過，我是一介無夫，讀詩書都係心不在焉㗎。為夫唔記得咯。你唔記得啦，但我記得噃。等我背俾你聽。為夫唔想聽啊。你話？
小小孩。
還是英雄氣焰。你之裏見父師當知只見父恨不殺你愧對家言。你若想一家性命得保全，你先幫為夫，向你嘅前